你哋信唔信有啲人係一見如故？可能大家已經等咗大家幾世。早排有對夫妻嚟揾我，太太患咗末期癌症，但係望住先生嘅眼神好溫柔。佢哋好想知道點解第一次見面就會覺得係命中注定。我睇返佢哋嘅命盤，原來係一個跨越三生嘅故事。第一世，佢哋係一對恩愛夫妻，太太病逝，先生親手做咗隻木船，放滿咗白蓮花送佢走。嗰份唔捨得化成咗一句希望來生再續前緣。第二世，佢哋做咗一對好兄弟，為咗等誓言唔好消失，佢哋喺對方嘅手臂上面一人劃咗一刀。嗰條疤痕係靈魂嘅約定，下世我哋一定要再揾返大家。而今世佢哋10幾歲就相遇啦，好快就結成咗夫妻。最神奇嘅係，佢哋手臂上面竟然有一塊一模一樣嘅胎記，喺嗰個位置正正就係上一世劃低刀痕嘅地方。原來真愛真係可以跨越生死同埋輪迴。如果你都想知道你同心入面嗰個有乜嘢宿世牽絆，撳入我主頁預約諮詢啦。希望我呢把聲同埋呢首歌可以陪住你揾到你真正嘅答案。每一個完結都係一個故事嘅開始。下一次我哋講風流情深。10年伴侶是否真的愛下去？